自從天氣開始熱之後，我就開始喺屋企調各種各樣味道嘅一啲抗炎蔬果汁。今日呢，就將我近排調到味道最好嘅一款教俾大家。材料其實大家喺屋企都可以揾到：橙、檸檬、帶皮嘅生薑、紅蘿蔔。抗炎少不了有機薑黃粉、蔬果汁每次都會用到嘅椰子水、有機黑胡椒、無糖酸奶、凍乾蔓越莓粉。我哋首先處理一下水果，只需要一半嘅橙，然後去皮，1湯匙嘅檸檬汁，生薑切一小塊就得噶啦。我哋要帶皮嘅，紅蘿蔔都要帶皮，我哋將佢切塊，跟住將處理好嘅水果都放入去料理機入邊，蔓越莓粉亦都一齊倒埋落去，1/4茶匙嘅有機薑黃粉，無糖酸奶，最尾係椰子水，將佢哋全部打成汁就 OK 噶啦。打好之後，將佢倒入去杯入邊，記得半粒鐘之內飲晒喎。好啦，今日嘅抗炎蔬果汁菜譜就分享到呢一度，咁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